好啦，跟住落嚟咧，我就想講第二部分啦。咁第二部分咧就係話，依家最底嗰個咧全部都啱晒咧，咁我哋就睇頂呢一層啦。咁我哋就要揾兩個其中有兩個角落頭咧係要啱位置嘅。OK，咁譬如舉個例啊，咁我哋依家睇呢個係橙色、綠色。OK，橙色、綠色，咁我睇下橙色、綠色就喺呢一度咧，橙色、綠色，咁我就係拎過嚟呢一度咧。咁可能嗰個方向咧係唔啱嘅，但係咧就係橙色、綠色。OK，咁所以呢一個咧就係啱咗嗰個位置㗎啦。雖然佢個顏色嘅方向唔啱，咁我睇下一個啦，就呢個咧就係紅色同綠色。咁紅色、綠色呢個就係唔啱嘅。咁或者睇下呢一邊咧就係橙色、藍色。呢個都係唔啱嘅。呢個咧紅色、藍色都係唔啱嘅。咁定係得一個啱，三個唔啱咧？咁你可以或者再揀第二隻顏色啦。譬如紅色、綠色。咁紅色、綠色喺呢一度，咁我拎過嚟呢度紅色、綠色。咁而呢一個就係藍色、紅色。咁藍色、紅色，咁呢個亦都係啱嘅。咁即係呢兩個咧係啱咗個位置㗎啦。但係咧嗰個顏色嘅方向咧就唔啱嘅。咁我哋再睇埋呢兩個咧，呢個就係橙色同綠色。咁呢個咧顏色同埋方向個位置係唔啱嘅。咁呢一個咧就係橙色同藍色。咁呢個亦都係唔啱嘅。咁好明顯咧就係話呢兩個咧個顏色係個位置係啱咗㗎啦。紅色、綠色、紅色、綠色。OK。咁而呢個咧就係紅色、藍色、紅色、藍色。咁呢兩個位置係啱咗，雖然個方向係唔啱。而呢兩個咧就係要調轉嘅。OK。咁因為佢係橙色、綠色就喺呢一度，橙色、綠色，而橙色、藍色喺呢一度。咁我想將呢兩個角落頭係調轉佢嗰個位。咁點樣整咧？就係話，首先如果你有呢個情形，就話兩個係啱咗位置㗎啦。雖然嗰個顏色嘅方向係唔啱，兩個係啱咗個位置，而呢兩個係唔啱嘅話咧，咁我哋就可以做一個方法咧，將呢兩粒調轉個位。OK，咁就變咗四個咧都會啱位置。雖然個顏色嘅方向可能未必會啱。OK，咁有時咧你會遇到一個情形就話，一粒啱位置，三粒唔啱位置，好似我頭先初見到咧。咁你可以揀個第二隻色，咁你可以 OK，咁你一定會揾到咧係兩個係啱位置嘅，而兩個咧係需要調轉嗰個位置嘅。或者你會遇到一種情形咧，就係話對角嗰兩粒係啱位置，而對角嗰兩粒係唔啱位置咧，你可能就會做呢一個步驟做兩次啦。因為你首先將兩粒喺右手邊嘅兩粒調轉咗位置。OK，咁佢就好。頭先如果你呢兩粒係啱嘅話咧，呢兩粒唔啱位置嘅話，當你呢兩粒調轉咧，就會變咗有兩粒切連住嘅係啱位置㗎啦。OK，好啦，咁喺依家呢個情形咧，就話我呢兩粒咧係啱咗位置㗎啦。OK，雖然個顏色嘅方向唔啱，咁我點樣將呢兩粒將佢互換咧？就係話，首先咧我係右手邊咧就擰三次頭先嗰個右手嘅法則，就係話擰上去啦，擰埋嚟，然後咧擰翻落嚟，擰翻埋去一次，擰上去，擰埋嚟，擰翻落嚟，擰翻過去第二次，然後再擰多次，三次。OK，然後咧我哋將依家喐呢一個咧擰去後邊。OK，然後再好似頭先咁樣，不過係一個調翻轉頭嘅，就係話右手邊咧我擰咗落嚟先，然後先至撥佢過去，然後先至擰翻上去，撥翻埋嚟一次，擰落嚟，撥翻埋嚟，擰翻上去，然後撥翻過去第二次，然後咧落嚟，撥翻過去，擰翻上去三次。咁三次之後，你要發覺咧，如果你再睇啲顏色咧，咁呢個紅色、藍色咧，紅色、藍色，咁我排翻好啲位先啊。你會發覺四個咧都會啱晒位置嘅。呢個咧紅色、綠色、綠色、橙色同埋橙色、藍色，咁所有咧都係啱晒位置。可能個顏色嘅方向咧都係唔啱，但係呢個咧就係我哋想做嘅第二部分，就要個底咧都好似第一部分全部都係白色啦，同埋底嗰層全部顏色係啱晒啦。而頂嗰個咧就係話
4個位置都啱，可能咧佢嗰個顏色嘅方向唔啱。OK，呢個就係第二部分啦。